Hello，大家好，我係實德金融嘅 Ferris，歡迎大家收睇實德財富錦囊。今日會同大家講下黃金價格喺呢一個星期嗰個嘅走勢，能唔能夠維持喺一個反覆做好，甚至乎能夠喺呢一個$3000嘅心理關口大關樓上企得穩，抑或要做翻一個大啲嘅回吐整固，然後先至能夠企得穩，並且係重現一個反覆向好嘅走勢。首先，黃金價格喺上星期五3月14號嘅時候，終於係突破咗$3000呢一個嘅心理關口。不過去到$3004嘅時候，隨即欠缺承接，跟住有大幅度嘅回吐壓力，低見$2978左右先至係企得穩嘅。黃金價格喺$3004呢一個最新嘅歷史紀錄高位，有超過$26嘅回吐幅度，都反映到呢一個嘅高位回吐嘅壓力都係不少嘅。不過始終到目前為止，投資者對美國總統特朗普嘅政策不確定同埋多變性呢一個嘅擔憂情緒一直都冇係縮減嘅。咁所以買入黃金對沖相關風險嘅動作仍然會喺金市嗰度出現，或者推動呢一個趁低吸納黃金嘅意欲進場。另一方面，今個星期美國聯儲局就有今年第2次嘅議息會議決定，暫時普遍預期都會係維持利率不變嘅。個焦點當然係落喺會後聲明同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喺會後嘅發佈會上邊，究竟會唔會發放一啲更明確嚟緊嗰個嘅利率動向啦？如果從鮑威爾口中係釋放出今年餘下嘅時間都會係非常之留意美國嘅通脹狀況，同埋會偏向一個收緊政策嘅方向嘅時候，咁樣買入黃金嘅風險承受意欲可能會係有打壓嘅作用。所以今個星期有機會個金價做翻一啲大啲嘅回吐整固，可能要回落到去大概$2943附近先至係揾到嘅支持嘅。短線可以喺大概$2943建立個好倉盤，睇好個金價再創新高，能夠有力上到去$3020呢一個範圍，而止蝕價位就應該放喺$2930啦。今集講到呢度，想知道更多市況分析，記得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下次再見，拜拜。